可以睇下呢套屋227平方啊，所見即所得，所有見到嘅嘢呢都係有嘅。前面240度海景冇遮擋，嗰邊係拱北，陽行濱海中心澳門。呢邊係海景，日出東方呢，早上就曬到太陽。呢邊因為圖牌住宅，所以啲採風呢非常之好嘅東風。呢度有一間房，所見之即所得嚇，所有見到嘅全部都係交標。衣帽間、洗手間，呢度仲有間房，呢度又係一個套房嚟嘅。呢邊一樣可以望到海景啊，非常之靚。公運呢個可以睇下呢啲櫃啊，全部都係膠標嚟嘅。風管機，呢個廚房，打開自動着燈㗎。10年前嘅設計，依家都唔過時。一帶富人區嘅豪宅啊，正裝現樓。其實買樓呢就係買圈子嘅，買嘅就係呢個階層，買嘅就係呢個區域。呢個區域呢，全部都係有錢人富人區，所以呢，買到呢個屋嘅人呢，都會有機會同佢哋一齊合作，做生意、做朋友去交流。人哋買得呢啲屋嘅人呢，都係有見識嘅，有身家。可以睇下呢啲屋呢，一線海景，非常之靚，227平方。呢啲呢先叫做屋，一世人呢一定要住一次。雙面海景。呢個廚房非常之靚啊！大家可以睇到，每一個地方每一個陽台都可以望到海景啊！呢邊呢就係九洲港啦。咁呢邊呢仲有一個好大嘅房間嘅，呢邊有個書房、工位，呢度呢茶室。呢邊呢仲有一個細陽台㗎，都係望海景。呢度都仲有一間房嘅，不過呢間房就係保姆房比較細。